一拿来看，这鸿海集团富士康伫咧中国和这个中国政府查税，目前中国迄边是还未公布调查结果。鸿海伫昨也发布消息，强调合法合规是集团伫咧全球各地头的基本原则，也会配合作业。经济部和国发会也表示，拢有和鸿海直接会提供协助。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会看情形来提供协助，继续加做台商的靠山。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表示，台商伫咧中国投资不应该受到政治心态的干涉。总统大选明年1月份就要举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已经宣布达到联署的条件。不过，中国官方日说针对鸿海集团下底富士康查税，引起各界关注。我们昨天产发署已经有跟富士康有跟鸿海联络，厂商自己也会应应。那我们经济部一定会随时关切厂商的产业的发展。在供应链重组的时刻每个国家都非常的欢迎我们台商那希望尽量不要有一些政治的议题在做一些干扰。我们不希望中国因素影响选举。另外，我们认为所有的台商在中国的投资，那么也都是这个合规合法，那不应该受到政治的这个审查，也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干涉。我想对任何台商，包括富士康在内，都是一样的。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税务部门最近依法对富士康伫广东甲江苏的重点企业做税务稽查。另外，自然资源部门是调查富士康伫河南甲乌巴等等的地区重点企业用地情形。鸿海日发布回应，合法合规定是集团伫全球各地的基本原则，会配合相关单位的相关作业。不过，目前中国也无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中国各台办嘛无针对这点做出回应。今嘛标出富士康的事件，未少台商嘛感觉真不安。希望台商不要涉入政治议题，警告的成分会比较多。税务查核呢也是反映，因为中国呢去年实施动态清零，所以呢地方政府啦现在呢是那个财务困难。专家分析，接落来中国有可能部分产业、部分台商也是外商，拢进行调查。不过只要企业合法合规定，都免伤过烦恼。政府嘛持续观察中国的举动，若有需要会甲台商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